同一間公司嘅電腦有好多種連發，排列方法直接影響網絡速度同穩定性。網絡 Topology 即係 Network Topology，其實就係描述網絡入邊裝置點樣連接。最常見嘅係星形 Topology，所有電腦都會連去一個中央交換器或者集線器。佢嘅好處係，就算其中一部電腦壞咗，都絕對唔會影響其他機。不過缺點係，如果中間部機死咗，成個網絡就會即刻癱瘓。之後係匯流排 Topology，所有裝置都會共同用一條主線纜嚟傳送資料。呢種設計安裝起上嚟非常之簡單，而且牽涉嘅成本亦都好低。但係如果主線斷咗，就全部斷線，而且越多裝置一齊用，速度就會越慢。第三種係環形 Topology，每部電腦連住前後兩部，數據順住一個方向行，佢傳輸好穩定，但係只要其中一個節點出事，就可能搞垮成個環。現實生活入邊，大多數網絡都係用星形 Topology，因為佢最容易管理同維修。明白唔同 Topology 嘅結構圖同埋佢哋嘅優缺點，係學好網絡知識嘅基本功啊！